诗篇第132篇，八家上耶路撒冷的诗。上主啊，代笔所受一切的苦难，求你为记得。伊安怎对上主咒詛，对雅各的带领者下愿？我一定袂入去我的厝，嘛袂上我的眠床。我袂互我的目睭困去，嘛袂拥吻我的目睭皮下瓦。听候我为着上主找到所在，为雅各的带领者找到徛起的所在。看，阮听见约柜伫以法他，伫雅尼的田找着。阮要入去上主徛起的所在，阮要伫伊的骹踏以前跪拜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你甲你有气力的约柜，做伙入去你休困的所在。愿你的祭司用公义做衫穿，愿你圣的子民出欢喜的声。求你因为你的奴仆代笔的缘故，毋通气杀你抹油竞选的君王。上主用信息对代笔立誓，一定袂改变。讲，我要互你一个囝坐你的宝座。你的子孙若遵守我的约，甲我要互因的教示，因的子孙嘛会永远坐你的宝座。因为上主有经释安做伊本身徛起的所在，讲这是我永远休困的所在。我要踮遮，因为是我所喜爱。我要互释安美牛丰盛，用食物互伊的散赤人到野通食。我要互伊的祭司用救恩做衫穿。伊圣的子民画出大欢喜的声。我要互代笔的王权扩展壮大，为着我抹油竞选的君王准备光灯。我要互伊的对敌用见效做衫穿，总是王伫个王冠会发出光彩。